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喺北區運動場有身穿紅色波衫嘅主隊嘅北區面對港會。費查呢有受傷嘅情況，所以呢佢未能夠上陣嘅。咁所以呢今日呢港會嘅正選門將就係李日俊。三就係佢哋啦。開波見到呢就係北區嘅攻勢啦，佢哋喺上半場早段踢得好順嘅，咁啊撞翻過去後邊啦。簡家亨今場做一個左閘啊，後上冚到上嚟都有一個遠射機會，不過就算係威脅唔到李日俊啦。跟住落嚟呢，就北區繼續都係好多攻勢，撇到過嚟呢邊啦噃，有少少混亂嘅情況嘅。跟住呢，就波比同埋黃偉國一齊上嚟夾走掃朗神嘅波，然之後呢，就黃偉國順便落埋個禁區，直接嘅起腳啊！呢下呢，有啲幸運成分，的而且確係嘅。黃偉國起腳之後，個波就撞到羅素，改變咗方向，令到個波碌咗去近處位置，令到李日俊都冇辦法再回身。即係好在嘅階段啊，就已經替北區領先一球，去到1-0。跟住之後啦，放個長傳好靚啊！肯迪呢下呢就專登攞個近處喎，反而就俾李日俊預判你嘅預判，咁啊就未能夠再擴大比數。跟住落嚟就到斯嘉利啦，叫大位啊，埋嚟中間右腳呢下旁出咧都要托出底線嘅。咁斯嘉利呢，其實呢場波喺兩邊個側擊都幾活躍嘅，呢下嘅射門都唔錯。跟住落嚟黎海濤嘅長傳俾到過嚟左路嘅位置，比提塞翻埋嚟中間，麥美倫幫隊友控埋，然之後李奧後上搞掂啊！呢個波係上半場嘅尾段啦。咁呢下呢，就麥美倫啦，都算係一下助攻啊，都控得好靚啊。雖然呢，有少少自己冇辦法起腳射門啦，但係益到隊友都 OK。呢下冇得手啊，北區啊，因為真係上到嚟控得咁靚嘅情況，咁啊旁出都冇辦法啦呢個波。跟住再嚟咯。我呢度呢，就有啲碰撞之下呢，令到大展都有個起腳射門。不過呢下呢，就力水麻麻地啦，不過角度都幾刁住，令到李日俊呢都要落地呢，就扶走個波。大展啊喺上半場呢，喺左手邊進攻多啲嘅，跟住落嚟有個角球嘅攻勢啦，呢邊兜到埋嚟尾處丹尼路啊，可惜就唔係頂得好重嘅啫，令到呢個波呢就好可惜啦。上半場呢，就係咁樣呢，就打成1-1平手，就進入下半場。一嚟呢，就換走戴子軒，就用古道拉上陣。用古道拉上陣呢，都真係收到效果㗎。咁啊呢位球員呢，後備上陣落到嚟喺左手邊呢，的而且確好多攻勢嘅，俾翻嚟中間呢邊羅國威咬腰射完之後，再俾肯迪再加腳呢。不過都係俾對面夾手夾腳一叫擋到個射門。古道拉下半場後備上陣喺側擊方面呢，拉開到對方嘅防線啊，令到北區咧喺禁區方面進攻方面呢，都係好多個開火權嘅。跟住嚟港會呢邊高波撐少少啊，羅素包落個尾處度又係遲嚟一步嘅啫。呢下呢，就快過嘅機會啦，好靚啊！呢下又係古道拉啊，中間有肯迪啦，遠少少有黃偉國啦，古道拉。呢邊擺到過嚟尾處位置，黃偉國呢下頭槌啦，頂彈地波，完全嗰個弧線係笠過晒比提，冇得手啊！呢個波，黃偉國呢下個處理好冷靜啊，見到個波埋到嚟，迎好晒成個勢呢，就再俾落去，然之後就頂入啦，再俾呢下仲靚啊！呢下其實自己嚟到禁區頂咧，作勢想射門之際，其實係交橫俾到艾利安啊！呢下艾利安就處理一個反方向啦，令到球隊去到3-1。咁啊，管理層當然係開心啦，因為北區咧喺呢場波之前呢，其實已經係3連勝㗎啦。呢度領先去到3-1咧，就更加最重大啲機會擴大佢哋嘅連勝優勢。肯迪呢下就近門再勁射，亦都係俾對面閂走啊！估到啦，呢下少少甩咳啊，但係都俾到中間，肯迪埋到嚟。呢下近門嘅勁射咧，對方嘅防守亦都係成功。好啦，去到後段啦，呢邊見到就係關迪克後備上陣嚟到呢下啦，羅素埋去呢下出腳，可惜都係咧俾對方擋到嘅。去到後段其實港會咧喺前場咧都叫做產生翻唔少嘅射門嘅機會嘅，咁但係都可惜咧未能夠再一次咧就接近嗰個比數嘅。呢邊咧有個單對嘅機會啊，羅國威孭完個位之後再俾到過嚟，又係艾利安啊，呢次都係想射反方向遠處，不過攞得太盡啊！呢個波水都冇辦法啦，
未能夠擴大領先比數。最終北區喺主場係以3-1咧就擊敗港會，黃偉國拎到最佳球員。